是要安怎用啊？是会当伫内底看到你灵修写伫遐是无？还是安怎？就是其实是甲咱的教会咧分享有共款啦。只是我加一个 platform， 通好去 share 遐物件。OK。啊，毋过要安怎入去？我昨昏要入去啊，到先看无着。我私底下才打电话甲你讲好啊。OK。即摆我要甲伊迄个 live stream 啊，嘿。OK， 好。好。建议遐，你好。大。我比我够快耶，速度厉害嘞。你啊，不会都够快啊？已经搞定了，已经搞定。你。阿未，已经出去，有无等下无时间啊。请安无问题啦，你上。今仔方面讲去北加州啦，今仔要转来，是转来，甲厝我是要转来。对。无错，你后壁有酒无哦。OK。
袂记啊。各位兄弟，咱要咧拜大先，请咱是做个同心来祈祷。让阮来提拜，阮也相信你，你知阮每一人每日所遇到的这苦难，但是阮也为着阮为着这贫困，这阮
染病，完了紧张，我会惊吓，就最听我的主啊，求你来显出你的公义甲你的怜悯，来保守你美国，在地面上，阮遮所有受到这疫情影响的人，阮当得到阮的身体、心灵的医治。主啊，无论阮遇到什么代志，袂当来影响阮对你的敬拜。阮求主，你安静阮的心，广阔阮的耳朵里，来亲近你，来听你的声。阮的烦恼来离开阮，求主帮助阮，一时会当谦卑，你的面前，顺服你的旨意，用真单纯的心、欢喜的心来学乐，来敬拜你。阮求主带领阮，一时要开始的礼拜，求主完全无事理真无事，咱今仔日这当时工，这当工，是讲地底，我求带领阮今仔日主诶，各主耶稣基督心来求，阿门。大家再平安，这样就是你安心来敬拜。我的上帝，我的王啊，我要尊你最高，我要永远学乐你的名，我要日日祝谢你，也要永远学乐你的名。甲咱做伙来吟圣诗363首，邀我早起时，你会听我的声。圣诗363首。做伙即时
来中读上帝互咱的10条诫。上帝有讲，我以外，你唔通有别个上帝，唔通为着家己雕刻偶像，唔通滥送钱要我你的上帝名，要记得按休日对圣，要孝敬你的老爸、你的老母，通爱死人，通行奸淫，通偷窃，通做假干净。担心，仔今日启应文是启应文87篇还是4篇？84篇。启应文17篇、4篇、84篇啊，做为启应。万军的耶和华，你行去的所在，早有人行。我的心神乱步耶和华的殿宇到本地，我的心肠，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万军的耶和华，我的王，我的上帝啊！是我为着家己找婴仔为着家己找着有囝的手，就是你遐这行去伫你的厝的迄个人有福气。因要直直讨落你，伊会咱在伫你，伊的心意用着叫人福气。因经过流目屎的山谷，伊变做水泉的所在，有像天的雨的风来看看。因哪行开力哪加甜，人到适安条件。万军的上帝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祈祷。雅各的上帝啊，你爱通来听。最远的顶牌上帝啊，你来看。我你是我的伫你的殿院，过一日较好1,000日。因可伫我的上帝的厝过嘛，较好点爱来过。因为耶和华上帝是一头是顶牌，耶和华手势温明甲平安，伊袂捌留一项好物，好互遐会行正直的人。万军的耶和华，我跟你的人福气。继续来看今仔日圣经节记载伫罗马书第7章25节到25节。罗马书第7章15到25。第15节，因为我所做的家己知，因为我所得行的，不是我所意爱，反正我所愿的，我去行伊。当我若行所唔爱的，我就是承认律法最好。安尼行伊的，当唔是我，是点伫我心内的罪恶。因为我知我内面就是我肉体内无好之地。因为论迄个意爱，我就有；行迄个好，我就无。因为我所意爱的好，我无去行；我所唔爱的歹，反倒去行。独独我若行我所唔爱的，迄个得行的，当毋是我，是点伫我内面的罪恶。安尼我得知有一个法，就是当我爱行好的时，歹甲我抵敌。因为我照内心是欢喜上帝的律法，若是我看百体中别个法，甲我心智的法相交战。掠我来降服百体来做恶的法，我会做人，自要救我脱出这个地到死的体啊！感谢上帝是对咱的主耶稣基督。安尼，我本身用心智顺服上帝的法，用肉体顺服做恶的法。罗
马书第7章15节到。我竟不明白我所做的，因为我所愿意的，我偏不去做；我所恨恶的，我反而去做。我若做了我不愿意做的事，我就不得不承认法律是对的。既然这样，我所做的并不真的是我在做，而是在我里面的罪做的。我也知道，在我里面，就是在我的本性里面没有良善，因为我有行善的意愿，却没有行善的能力。我所愿意的善，我偏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而去做。如果我做了我不愿意做的，就表示这不是我做的，而是那在我里面的罪做的。因此，我发觉有一个法则在作祟：当我愿意行善的时候，邪恶老是纠缠着我。我的内心原喜爱上帝的法则，我的身体却爱另一个法则的驱使。这法则跟我内心所喜爱的法则交战，使我不能脱离那束缚我罪的法则。这法则在我身体里作祟，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使我死亡的身体呢？感谢上帝，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能够救我。我的情况就是这样，我自己只能在心理上顺服上帝的法则，而我的肉体却服从罪的法则。咱将下开时间来教好，以我书也是要传人祈祷，然后要证道。咱做来祈祷，有几天台湾的天父，阮伫遮为了阮所面对的生活来献上感谢，也来献上祈祷。祝你的恩典甲阮三角地底，亲像保罗所讲的，阮无法度靠别项，阮只有靠你，才会通得胜。特别是伫阮所面对即个艰难的中间，祝阮需要你的恩典满满。阮都看到特别是伫美国、加州的疫情是遮尔愈来愈严重的这中间，阮需要祝你恩典，也阮需要甲你同齐来行头前的路。阮求你，赐予阮有够额的智慧，知安怎来保护家己，也保护别人。互阮伫即个疫情的中间，会通得到助力，特别的看顾甲保守，阮会通保全，然后阁继续以你的圣殿来敬拜你。祝阮也为着阮兄弟姊妹中间有身体欠安的，亲人离开的，祝你来甲因三角地底。阮求你的恩典，平平甲因三角地底，虽然伊无伫阮的中间，但是主有你的同在，因就要得到保守甲看顾。阮也特别为着你表牧师因的搬山位来祈祷，你来看顾因伫即个搬山的中间，伫即个咧逐项代志还未会通说到当的这中间，你互因对心内有平安，对肉体上有够额的体力来做这个代志。阮就为着阮今日会组织伫你的圣殿来献上感谢。阮无论是伫实际来到伫礼拜堂，还是伫网络即个互动的软体中间做伙来做礼拜，祝你平平的将你的圣神授予阮，互阮会通明白你所要甲阮提醒的代志。阮安尼祈祷，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咱今仔日要来讲一个内在的性命，伫圣经的中间，无花果特别是旧约
仪表以色列的族群。咱今无花果是外口看无花，毋是伊无花。咱了解一项代志吼，无花果是因为咱看袂到花，所以咱感觉讲伊是无花果。因为咱通常会看到花，才会结籽。但是伊无咱看到花，伊就结果子。但是事实上，伊的花是开伫迄个果子的内面，伊是开伫果子的内面，亲像咱看头前即个图即个图，咱若捌食过即个无花果的人，知影这切了后内底真水模模样样这这伊生物学来讲，伊迄就是花啦，开伫迄内底，伊伫迄内底。安尼讲授粉，然后会当去炭所以咱要思考是一个基督徒的内在使命咱的内在使命爱亲像无花果安尼，虽然人看袂出来，毋是安尼，亲像耶稣咧讲法利赛人安尼，穿水水伫街路的爱人甲请安尼，但是咱有真水的使命的内涵，咱的内底。伫罗马书第7章的经文，咱伫7月初3的每一个途径的中间，咱也读着罗马书第7章对第7节到20节牧师用迄个行好的意愿来甲大家三角分享。今仔日是对第15节到看到25节，事实上这段是对第7节到25节，整个真完整的这段的经文。保罗伫遐咧论着心内的罪啦。心内的罪，有两个律伫伊的心内底。照今仔日咱所读底面带领咱读的圣经的内容，咱好亲像看到保罗本身安那，伊本身互伊迄个歹来赢过，伊的歹来赢过伊心内底的好，这是足大的问题，伊伫遮用安尼来提醒基督徒，来提醒基督徒。咱对罗马书第7章18节的经文，咱会通看到讲，咱有迄个行好的意愿，但是咱无有行好的能力，也是讲无迄个实际的行为。这个嘛毋是甲保罗讲安尼尔定。咱知影耶稣带领即个学生去到伫克西马尼园祈祷的时阵，交代因着爱安那爱伫遐警醒祈祷，结果出来了后，因拢咧拄久。耶稣就讲一句话：总是爱警醒祈祷，免得入着迷惑。但是恁心神愿意，肉体安那软正，心内愿意。肉体软正，这是伫马太福音26章的经文所以咱用安尼来比较的时阵，其实咱会通看到咱人生的。所以好那亲像咱的内在使命，比外口肉体的这引诱啦，还是讲侪的代志，咱较软弱的咱定定去互罪恶来赢过，互软弱来赢过。到底这是什么代志照伫今仔日的经文19节到23节的经文所甲咱讲的，伊讲因为我所以爱好，我无去行。这有两项代志已经讲着。我所以爱好，我无去行，然后呢后壁我所毋爱的歹，我反转去行。所以伫保罗咧讲人的心中有两个王有两个王。天韵诗班有一首歌伊的歌词是引用这个马太福音第6章24节，讲一个人袂当侍奉主毋是无爱迄个就是爱这个袂当轻伊讲你袂当侍奉上帝，佮侍奉马门马门咱会当讲是钱财，也是讲撒旦的代表啦迄个歌的名叫做两个主伊的歌词是安尼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一个人不能侍奉金钱又侍奉神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伊伫咧强调这项代志，真简单的歌词，但是却是真有力，在甲咱提醒，一个人袂当侍奉主。
咱必须爱选边啦吼。你伫迄开车时拄着分岔路时，你袂当讲啊，我行中好啊，无可能吼。你一定要选一边去行吼。咱咧行信仰的，就是道路，信仰的道路，这是真道真理吼。所以咱无法度去共时阵有两个，照咱的俗语话讲，双脚袂当相存啦吼，无你就会踢腿啊，就断落去啊。所以咱必须爱选择啊，伫咱定定伫选择的中间，好哪亲像咱拢输去，咱拢软弱。其实保罗所讲的19节，我足清楚。伊讲我所意爱的好，我无去行；我所无爱的，我颠倒去，反倒转去行。所以，一个人袂当侍奉两个主，这个概念真清楚。袂当侍奉金钱，这个侍奉金钱是啥物啦？耶稣学生中间犹大嘛吼，犹大侍奉金钱，所以伊就背叛上帝，背叛伊的老师，这足清楚的一个例啦吼。所以咱的心中常常有两个声音，迄个囡仔歌讲，我的心中有两个律的啊。另外咱各有另外诗歌啊，咱来想吼，要帮助咱的思考吼。所以定伫咱的心内底相拍咧扭咧扭，伫法律上伫律法的基础顶悬，保罗直接嘛讲真清楚，咱知影迄毋对，因为保罗甲咱讲律法是要互咱知罪，律法毋是歹，伊毋是咧讲律法是歹，但是律法本身毋是救恩。咱知影迄毋对，但是真侪时阵咱无知着，咱共款搁去偏搁去做安尼啦吼，偏搁去做。我想阿当是上简单的例啦。所有的园内底物件你拢通食，但是干那迄个袂使，伊就犯着一点吼。所以伫19节伊甲咱讲真清楚，咱的心中有两个王，到底什么人是你的王？耶稣是你的王，还是你家己？还是撒旦？还是钱财？等等的吼，咱爱去思考这个咱的人生啊。伫今仔日个经文中间有，我感觉有一个不寡不离趣味的代志吼，会当互咱来思考。对15节到20节出现几若摆，讲安尼的话，讲毋是我做的，毋是我的问题。伊讲我家己毋知影。我所无爱的，我反倒转去行。再来咧，当毋是我去行即个歹的，当毋是我，是踮伫我心内的罪恶，所以是毋是我？不是我做的啦，吼，毋是我做的。伊讲，就是伫我的肉体内底，无好的，伫地，所以毋是我，甲我无关系，吼。咱真软弱啦，吼，含做毋对代志时，嘛无迄个勇气承认的吼。19节讲，我无爱行的歹，我反倒转去行。我无爱行啊，毋是我行。所以20节伊讲啊，迄个伫行的当毋是我，是踮伫我的内面的罪。内面的生活是怎样？内在的活命，这个真重要。特别是咱伫最近咱咧讲灵魂的运动兴起的这中间。咱真侪人咧讲着，你心内若有病，咱爱做啥物呢？内在医治。你迄个讲着内在性命重要性，你爱对内底先受着医治，袂当亲像保罗伫遮咧讲，是我内底罪恶，所以甲我无关系。这互咱想着吼，这敢若阿当的祸会，敢毋是？阿当犯罪了后，上帝来找伊讲啊，迄毋是我，是你互我迄个。无人人叫夏娃，夏娃哪讲？毋是我，是伊尾蛇叫我做的，毋是我做的吼。毕业倒嘛是安尼，敢毋是安尼？毕业倒当伊到尾啊挡袂牢，咱讲的民主吼，民意很强啊。大家拢讲定伊是毋是假了？伊讲耶稣无罪啊，我找无伊的罪，但是嘛只好甲定死。伊当伫遐洗手，伊讲此事甲我无关，毋是我做的。咱真侪时阵伫咱的情形内面，甲保罗共款，咱拢咧讲，毋是我做的，毋是我做的。亲像咱咧较早咧看迄个连续剧吼，咧讲人
迄个冤枉啊，人毋是我杀的啊，吼，甲即个意思安尼吼。咱真侪时阵无法度去面对咱所拄着的错误，毋是我做的，但是咱要安怎？如果咱若无能力来去做选择，咱若无能力来去做一寡好的代志的时阵，咱要安怎？伊今仔日个经文上落尾有甲咱讲25节个所在，吼，伊讲咱着爱靠主耶稣。我会记细汉的时候有一条歌叫做《心中两个王》，爱歌词安尼写吼，伊讲我的心中两个王，看看哪个得我强啊？一个要我下地狱，一个要我上天堂。下地狱的是魔鬼，上天堂的是天国王。信靠耶稣得进天堂。这囡仔歌，我到呾还佫有迄个印象马上就走出来。用这个诗歌咧教囡仔，讲咱的心内时常有无共款的想法，但是毋是大家拢正确，咱爱去思考吼，咱爱去思考来要安怎得到帮助。这个歌词到落尾真清楚甲咱讲，只有靠主耶稣才会得天堂。这就是伫罗马书第7章25节保罗所咧讲的。吼，我只有对咱的主耶稣基督才会当得救，吼，只有靠着伊才会当得救。另外，佫有一首歌，今仔日个项目书拢会讲诗歌吼。佫另外一个，较早期伫教会也是讲伫团契中间，咱拢咧传活动咧唱的一个诗歌，迄歌词嘛足简单吼，伊讲靠主耶稣圣名，嘛是足简单，足有力咧提醒咱。当咱拄着困难的时阵，当咱拄着这个挑战，咱无法度做决定的时阵，这个会通来成做咱的帮助，咱一生讲靠主耶稣圣名，靠主耶稣圣名，我们必能得胜。靠主耶稣圣名，靠主耶稣圣名，我们必能得胜。谁能肃静神的作为？谁能肃静他的爱？靠主耶稣宝血圣名，宝贝圣名，我们必能得胜。靠着耶稣基督的圣名，即摆有真侪人拢会甲咱教讲，你的祈祷是你着安怎宣告吼？宣告我是属伫主的，但是宣告还佫无够。咱爱真正倚靠主，咱爱真正行会出来，主互咱的这个道路，这个教示，这个原则吼，这个原则，咱需要来靠主的圣名来得着胜。什么人靠主耶稣圣名？什么人靠上帝圣名？伊就会得胜。甚至伫耶稣伊本身拄着这个试探的时阵，伊拢靠上帝的话，伊甲上帝的话写出来吼。咱讲嘛是靠上帝的名来赢过这的试探。伫今仔日的经文第7章24节到25节的经文，今仔讲我真好啊！是最会救我脱离这个互我的身体死亡的代志。感谢上帝借着咱的主耶稣基督，伊会通救我啊！借着咱的主耶稣基督，伊会通救我。基督徒要安怎伫这个侪的困难的中间来去消除，来去找到帮助，咱无法度靠别项吼，咱无法度靠别项，特别是咱即马活伫所有的这个活世这个中间，咱真正需要主的恩典甲咱三甲。保罗伫今仔日个经文内底讲介济安尼概念，伊讲独20节的所在，伊讲独我若行我所唔爱。迄个得行的，当毋是我，是踮伫我内面罪恶。咱的内在生活到底是啥物货？我毋知咱有迄个经验无？咱去买水果外口看，安尼水水的对无？坐入去了安那，哎哟，叫虫咬着，咱毋知影。哦，叫虫咬着，咱毋知影。咱看袂出来，咱看袂出来。所以，咱内在的生命是怎样的品质？是靠主耶稣基督的。
或者是讲咱内在生命是听到遐济的其他的意见，咱就对咧行安尼，迄是有足大的差别。保罗先生伫遮用安尼，特别是对第7章第7节开始，一直咧论内心的罪。到落尾伊的结论真清楚，只有靠着主耶稣基督，伊才会通救我。你若无靠着主耶稣基督，咱就无法度来赢过。甚至伫主的门徒中间，也有犹大是失败。12支族的犹太人的12支族中间，尾啊但也无受到提起。咱会看到圣经的历史的中间，有济咱着答跋倒，咱去选毋着路。上落尾，牧师要用3个情形，互咱做伙来思考。这3个情形是实际的情形。咱的内在的生命的反省，对基督徒来讲是非常重要。有人讲保罗。伊是反律法，伊讲律法无好。但是你要知影讲，保罗反律法，伊毋是咧讲律法无好，伊是讲用行为来得救的这种讲法，是会互人绊倒，会互人受到束缚。所以咱无法度家己靠家己来赢过所有拄着的试炼，咱一定要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3个物件，互咱来思考啦吼。行好真困难，所以讲以后才去讲。牧师捌伫咧传路加福音即个查经的中间，去讲到浪子的故事。当场就有教会的同工来提出问题啦吼。我莫讲条件，来提出问题，讲吼上帝偏心啦，吼上帝偏心。因为上帝较疼迄个细汉囝无公平啊！细汉囝甲讨财产，伊就互伊啊，这敢有影？圣经毋是安尼记载哦。圣经讲细汉囝甲伊讨财产了后，这个老爸就将财产分互。但是细汉囝拢放荡，出去学白开，生活真无好。伊财产拢败了啊，伊倒转来，伊倒转来。伊来讲上帝偏心啦，所以吼，阮兜以后无来教会啊，我嘛要来甲老主共款啦吼。以后才去讲啦吼，我毋知安尼对毋对，我是等即个问题，互咱来思考啦，安尼敢对啦吼。共款伫圣经的记载，耶稣有讲到一个财主，甲一个可怜的少年囡仔，伊的名叫做拿撒罗。上落尾记载是啥物诶？是财主伫阴间，拿撒罗甲亚伯拉罕伫天堂，有无？啊啦，迄个财主恳求亚伯拉罕，找拿撒罗去甲伊的兄弟讲，叫伊毋通搁安尼做啊，毋爱亲像我伫遐咧地狱安尼吼，足艰苦诶，阴间足艰苦诶。但是亚伯拉罕讲啊，哪有可能啊？已经有先知人遮济，一摆搁一摆互恁啊！因为因是犹太人嘛，所以因先知册吼读足济嘛吼。因无愿意听救恩的教示，因拒绝救恩，毋是时间未赴啦，根本就是心内已经硬啊！你毋知影一个浪子？咱拄则看即个图吼，浪子倒转来找伊的老爸，进前发生偌济代志。伊安尼钱开了，请伊做朋友的，当伊无钱的时阵安那，走到无看的人，无钱通用，伊只好去做工，无工作，伊只好去甲人饲猪，无物件通食，连猪粪伊嘛安那，共猪做伙食。然后伊伫迄个思考的中间，开始咧想，开始做决志，讲我爱倒转来找我的老爸，甲我的老爸讲，我得罪天，
去做你，我袂通去做你的囝。迄经过真痛苦的阶段，然后伊真正反悔。问题是，这个财主甲伊的兄弟早就听到道理啊，早就听到道理啊，早就知影救恩啊，但是因哪拒绝。先知一届搁一届来甲因讲，因拢毋听，所以因的心真硬，因无愿意接受劝告，无愿意悔改，无愿意行好。咱咧讲到一个人开始接触毒品的时阵，拢会讲啥物诶？我紧啊，我试看觅。一摆就好啊，无拢袂安怎。到落尾安那？到落尾，咱用台湾话讲，迄叫做个开始有瘾，上瘾，迄个瘾。啊，瘾到尾啊，怎样变做瘾头？无法度去脱离迄个食薰、食酒吼，咱有迄种诶真大诶问题。所以到尾啊，要倒转来，非常困难。行好真困难，所以咱以后再去讲，是毋是讲免去讲啊？这是伫路加福音浪子的故事所互咱来看见，迄个心内也是讲，伫迄个好甲歹的中间的选择。咱有可能讲，迄个大的大囝足听话啊，伊拢留伫厝里啊，甲老爸做伙工作生活啊。老爸甲劝勉讲，叫伊即摆甲伊同齐的时阵，安怎讲？你迄个囝，伊毋是讲我的小弟哦，你迄个囝甲我无关系。伊老爸仔讲，我所有的拢是你的啊，但是你小弟已经拢无啊，所以伊是死过我，失去过得到的。你甲我即摆同欢喜，伊啊啦，迄拒绝。另外一个。第二个，我要甲大家分享的是饶赦的代志。有人讲，我无可能饶赦，无可能做赦免的工作，因为我毋是耶稣。捌有一个基督徒，信主真侪年的基督徒，时常去找时间有机会，伊就去上一寡心理学的专题，也是讲辅导学的专题，伊去上足侪课，倒一间教会有啥物课，伊就去上，甚至伊也捌去大学内底修这个课。当然，因为伊伫伊的成长环境的中间，伊捌受到伤害。伊对伫因厝里的某一个人，伊无法度饶赦。迄个住伫身躯顶已经几10年啊。伊嘛上几10节的课，找过几10个。牧师专家，但是伊拢无法度来脱离。照我所知，因教会有一个新的牧师去遐做这个 guest speaker， 伊就会后就找机会甲牧师讲话，开始问共款的问题。每一届问拢问共款的问题。意思是讲，伊完全无法度离开啊。坦白讲，真钦佩伊足认真。倒位有课就去上，倒位有专家就去找，但是问题伊无法度解决伊真正。伊敢真正找无真好的辅导者吗？伊捌甲我分享过，伊找啥物人、某人，这拢出几若本的专家呢？但是对伊来讲无帮助呢。伊个悲惨的经验一再伫伊的身躯顶造成伊足大的伤害。伊还佫继续咧超找，这真通钦佩的所在，继续咧超找。但是对我的角度来讲，其实这个人，这个教会的信徒，伊捌有一个上好的辅导老师，但是伊无听。迄个辅导老师是啥物人？就是迄阿伯拉罕咧甲迄个财主所讲的，因若毋听摩西甲先知的话，若是一个搁对死搁活的吼，伊嘛是毋听啦。咧讲啥？耶稣基督是上好的老师，敢毋是？咱咧讲
犹大耶稣的学生犹大，耶稣的学生犹大伊有上好的老师，耶稣有上好的职业，耶稣伊有上好的教师，主的道理，伊有上好的环境，耶稣的同在，伊有上好的训练，耶稣亲自甲训练，伊有上好的同学，11个使徒，但是安那犹原失败。当咱掠迄句话讲，我也毋是耶稣啊，安尼，甚物款的专家拢无法度帮助咱。虽然犹太有上好的身份使徒，上好的文士，会通去传福音，会通去做介济代志。上好的老师耶稣伫十字架顶设立一个真好的模样，讲爸啊，赦免因，因为因所做的，因毋知。如果咱的内在的生命内底无基督，亲像保罗伫第7章25节、24节、25节所讲的，我只有靠着耶稣基督才会通得救。咱若无安尼的时阵，咱真正有足侪功课，咱无在调做。最后一个，我最近看到朋友伫迄个 Facebook 的分享吼，伊安尼一句话写呢：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你感觉写即句话的人是民间宗教的人，还是基督徒？今日拜牧师讲道中间已经有小可提到即个缘分即个问题咱咧讲结婚的代志，婚姻的生活，有些人讲啊，缘分尽啊吼。基督徒人甲人的关系用缘分，我毋知咱会感觉怪怪。缘分的讲法好哪亲像伫民间宗教的讲法叫做宿命论，吼，就是安尼啊，所以我毋努力啊，吼，所以迄甲我无关系，甲今仔日保罗咧讲的足有相关，敢毋是？吼，迄拢是缘分的关系，甲我无关系。我甲即个人无好，是缘分的关系，甲我无关系。所以我毋免努力，我毋免努力。我毋知咱对即种的讲法。咱会通了解，还是讲咱会通接受？即种诶对人际关系诶处理诶方式，敢是基督徒信仰诶生命？对伫头前3个问题，还是讲咱佫有较侪人生诶问题？咱一个思考，如果一个有基督伫内底诶内在生命诶人，怎样做？我想今仔日诶经文啊，今仔日课题，要互咱来思考，咱是要真做一个上帝所拣选诶无花果，内在生命是真水，有真好诶见证，有真好诶滋味，会通互人借着咱知，咱是属于耶稣基督，做基督。向我天父，感谢你的恩典，求主你来帮助阮。因为亲像保罗家己所讲的，阮是软弱的，阮时常互阮心内另外一个声音，一个律，一个王来赢过。求主你帮助阮，也互阮会通对你的脚步，互你的圣神伫阮的内面，来成做一个新的生命。互阮伫阮拄着人生济的挑战、试探的时阵，有助你的生命来成做阮的帮助，互阮会通赢过这个试探。互阮无搁再讲，呾伫阮内面咧行，这个律毋是我，是我活的。互阮会通亲像保罗所讲的，呾活的无搁再是我，是主你伫阮内面的我。愿安尼谦卑伫你面前祈祷，靠主的名。
多谢李牧师，今互咱证道。咱做来念圣诗490首，对主的人为幸福，对主的人为幸福。咱做来回应上帝的话，490首。咱家己一般的所在，到时做来奉献。台湾特别上帝，主办长阮，让我哥你遮尔大恩典，我得勇敢来开阮的嘴，来尽阮的做。特上帝，我感谢你，因为有救主耶稣基督，阮伫十字架顶流血，来赎阮的罪，让互阮来得到新的生命。若你有更加亲密的关系，恳求主帮助阮，让我有信心的帮助。并且因带人为主做你好的见证，为主做你的工，来因跟主生存命。特别上帝，阮对你所得到的，真正算袂了。阮是阮的将人花金钱献予你最高的路用，为主你甘乐生活，祈祷一切拢是靠最后所祈祷性命来求。阿门。阿仔，这时请李牧师来关怀甲报告。大家平安。
咱的天气变化足大啦吼，前几工才安尼真清凉安尼尔，即几工就已经热甲吼，安尼80几度、90度安尼吼，咱需要好好照顾健骨水啦吼。即个疫情吼，伫咱加州实在是小可，其实毋是小可尔，已经足严重的失控吼。甚至听讲纽约规定加州要过的人都爱 quarantine， 所以会通讲咱毋是伫即个全世界顶管吼，含美国州内国内遮个拢会对咱有一寡封闭安尼吼。咱即马全州拢已经规定爱挂喙染啦吼，喙染若无戴，会直接罚钱吼。即个已经是真正做诶。昨虽然国庆日吼，有足侪比市咧本地有咧放烟火拢无放，所以有足侪人吼，昨是阮安尼厝边啊，逐个人拢咧放，吼，边边边边安尼吼，有真侪所在拢 close 起来吼，咱真正是需要好好来照顾家己啦吼。李炳牧师因已经甲因查某囝全家对即个 prayer。黄基家己马琳达，咱都有祈祷啦吼。咱的周牧师因夫前礼拜甲咱讲啦吼，因即马开始咧整理，过来9月当要搬到2摆，咱来为着因咧整理啦，是讲厝的即个出售的代志，咱来祈祷吼。共款咱欢迎兄弟倒转来做礼拜，但是就是讲咱会照规定，爱挂喙染位爱分开吼，咱尽量来保守咱家己。咱外口遮嘛有迄个sanitizer会当用吼。咱详细就是即个physical的礼拜甲网络做伙来进行。咱伫礼拜堂这边有奉献。即使你无来，你会当先写支票起来，是要寄来教会，还是讲是咱甲你倒转来伫礼拜堂做礼拜，会当做伙奉献。后礼拜5的即个早经吼，是咧我这无解决吼。这个题集咱有即个加勒底书要查第2章，咱的主席即目前阁暂时暂停。前礼拜的出席。咱 physical 甲网络安尼，咱的早经人数是13人，咱的奉献是836块，免成奖吼。后礼拜的讲道吼，要继续伫罗马书第8章的经，服侍的人，后礼拜聚会自请事情平平吼，事现看建议啊留来，无咱看啥物人遮会当来。上，咱因为吼，咱伫厝里做礼拜人，咱遮特定遮伫咱的声音话，咱做伙来交陪。咱这是来吟上元的诗513首，513个人。咱这是来，咱读今仔只经句。诗篇145篇14节，145篇14节，咱来做伙读2摆14节。愿那跋倒的耶和华扶持，愿那受压制的有引起来。过1摆，愿那跋倒的耶和华扶持，愿那受压制的有引起来。咱这是来吟上元的诗513首，愿主祝福保护你。我
原主的圣神踮伫咱的心内，互咱会通靠着伊来赢过侪侪的试探。愿主帮助咱伫咱的人生的中间，选择一个正确的道路，来到伫主的面前。愿主的平安，甲咱三甲伫地，直接到永世大无尽。阿免。好，要甲 PowerPoint 关起来，请咱会当开恁的影像甲恁的声音。大家平安。平安。等一下哦，我来甲这个刷一下，互恁看到大家礼拜堂的人。因为我身体较无好。看得见人，看到黑人。啊，属灯啊，我看了王氏农场。来，你这个吗？别太久了，别可以拿，你拿我不来，Hello。好，杨丽萍萍。嗨，姐的。回到你去对你个，回到你对我不知道你问到。我在领导。你打是等来？当然呀。我讲很好。我叫他爱情的，后壁这个最高的就是领导。有任务的，有就是问到。这讲 come back 哎，这讲基本。人家你好。看到很呢。你好。你后壁就坑一点不。安尼，今仔日吼，迄个前面足无好势。断断续续嘿。断断续续。迄个无输赢多啦，无好啦。哦，安尼啊，错啦，错一个。啊，你睇迄个文化遐大啦。好，会使，会使，你讲有啦，这个无算命，后壁还有一个人啊，这还有一个，遐有一个。你讲。陈医师嘞。陈医师啦，对啊，迄个陈医师。阮迄个印度迄个。陈医师嘿。有啊，伊怎讲有声，啊无看。我看影像。我俩。OK， 那。不给你看。不给我看哦。演了底下。
演的，有看到啦，伫院口啊，伫遐咧洗，啊，方面那个就旧金山的，后面有点啊，即马是迄款迄啦，边伫洗院口啊，阮兜遮无咧洗，我嘛无咧洗啊，叫无咧有啦，你偏偏遐咧洗，我是咧洗。迄是你遐咧洗，毋是我遮咧洗。我看拢好好咧。哎呀，我看拢无人洗咧。你话迄个啥啦？我建议伫遐咧洗啦。我伫遐咧洗，偏偏遐咧洗啊。系文化遐咧，看大家拢咧洗啦。有影无老影网络问题。哎呀，好啦，我迄网小波波的就好啊。就无输话洗。Hello，你有洗啊？你王老师你也无洗。那我到文化社啊，有找数。之前嘞，对啊。哎，我看一个啊。你逐摆看你个。文化遐大概拢霸占条。霸占。冤枉啊！还是霸凌啊！我讲话迄是啥啦？方面你即马伫北加州啦，今仔日才会转来。哦，安尼哦，哦，囥伫餐厅咧食饭啦。安尼。阮家报一间台南小吃，叫伊遐食。哦。是 Cupertino。台南风味。对。在旧金山。北加州的台南风味。我知排天我知。大华对，喺大华里底。台南小吃。嘿，我知影，嘿。我知影大华。有印度。去啊！啊，为那孙无带转来啊？我你食饱先，我带转来，我带叫你。啊，你明仔载要去啊？啊是会啊？你会要去啊？我买休1-2礼拜，还搁来。休一礼拜，你休2前2礼拜啊，吼，看情形，看着办。即摆你欠着药啊，你毋知？你哦？阿叔。伊换着纸啊，我想着伊咯。对。甲抱尔抱啊，闪着啊。啊，伊请迄个啥？这点宝贝点。请迄个有啊，嘛是有啊，但是咱啥？我是要甲抱起来。伊要甲抱起来，伊门床顶要抱起来尔。你无技术，但我以前抱拢是用我腰人家条一激力。我小姐的宝贝呢？你嘛毋知足重的咧？对啦，毋是你莫用原料的，你爱箍落去。宝贝，宝贝你的。落去。宝贝无，哎，敢毋是伫迄边？For you. 啊，宝贝，嘿，我出现咯。哦，宝贝啊，宝贝。对了。我在睡觉吗？你在睡觉。啊，那今遮侪人吼，我是偌久无来啊呢？足久无来。会啊。你知哦？哦，足够的呢。然后有字啊，有一个 H 啊，人无看的。后面还往哩。宝贝，知道宝贝，我晓得宝贝。哦。后面搞出来。宝贝，你有听无啦？听着啥货啦？阿哥无说你讲啥？第一你在讲啦，讲我今仔日讲到有特别提你的名啦，吼，你就叫点出来。安尼你拢袂当做歹代志呢，足恐怖。做害。你是讲我做恐怖啊？是你？我足恐怖的。诶。诶啊，我伫对。阮也搁咧乌困啊！敢若伊毋知，也其他人拢知。伊是几点？伊早去困呢？
嘿，伊足早困的，所以较晚起来。透早才咧困，所以较晚起来。